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1期嘅六合彩新年金多寶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0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0。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6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6。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1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21。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3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3。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0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10。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14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14。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係順利攪出啦，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啊！分別係有2號、10號、13號、16號、20號、21號，而特別號碼係14號㗎。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頭2、3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